香港科研製藥聯會喺1968年成立，我哋而家有33間世界級嘅科研製藥公司咧，係我哋嘅主要會員。咁我哋另外咧，亦都有協作會員同埋其他嘅會員。我哋嘅會員架構咧，秉承2個理念，一個咧就係有關產品嘅生命週期。咁我哋由 preclinical 啦，去到臨床啦，去到產品嘅製造啦，去到病人，相關嘅公司咧都會係我哋嘅香港科研製藥聯會嘅會員。我哋另外一個理念咧，就係用 patient journey 嚟出發，就係病人嘅旅程。咁病人嘅旅程咧，就係由佢哋對疾病嘅認知啦，去到篩查啦，去到診斷啦，去到治療啦，同埋去到跟進啦，都係我哋關注嘅一啲範疇。咁所以我哋咧有啲診斷嘅公司啊，亦都有啲病人組織咧，都會係我哋嘅會員。咁我哋科研製藥聯會咧有個使命嘅，就係盡早引入有效而創新嘅醫療方案咧，俾香港同埋澳門嘅病人用到。